台中交工科技大学举办高中高职农业行销的比赛，这个参赛的学生定计划协助农友卖农产品，嘛透过比赛，让消费者认捌优质的在地农产品。 学生运用无同的行销手法，希望讲，让更较一人了解台湾的优质农产品。为了先进大学的社会责任，嘛协助台湾优质的农产销售。交工科技大学办第4届全国高中职新农业行销实作的竞赛，协助农友解决自产自销的问题。让我们的学生，第一个，他可以去了解台湾在地的农业。 今年报名真踊跃，总共有16间高中职的师生123组来比赛。参加比赛学生拢发挥因的创意，协助在地农户进行品牌宣传甲行销。在地优质的企业嘛有赞助奖金。最后是由云林的维多利亚实验高中伫25组的优秀决赛团体中得到冠军。校方嘛希望讲透过活动，让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甲实务做结合，做伙为本土的农业尽最大的心力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